針對每一個問題，你內在就有你需要嘅確切答案。所以最重要嘅係你要自己去發現答案。你一定要信任自己同你所有嘅一切。秘密呢一本書同影片幫助你了解同覺察呢一股力量，亦都令到你可以好好地使用呢一股力量。請你提出問題，然後保持高度嘅覺察，因為答案隨時會嚟到你面前。因為宇宙會透過唔同嘅方法讓你揾出你所需要嘅確切答案。唔知大家有冇睇過三隻聰明嘅猴子呢？如果你有睇過嘅話，你仲記唔記得佢哋代表乜嘢？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。如果應用係吸引力法則的話，意思就係負面嘅事物我哋唔好去睇，負面嘅話語我哋唔好聽，負面嘅說話我哋更加唔應該講。呢三隻馬騮係咪真係好聰明呢？原來佢比我哋人類更加懂得運用吸引力法則。我哋就透過呢三隻聰明嘅馬騮去提醒自己如何吸引更加美好嘅生活。謝謝你，謝謝你，謝謝你。當充滿緊張感覺嘅時候，呢三個字可以超乎你想象地改善你嘅人生。但係你一定要透過感恩之情，讓呢三個字滲進你心入面。當某人同你講謝謝你，但係唔帶任何感情嘅時候，你知道你會有咩感覺嗎？你一啲感覺都冇。而當某人衷心地同你講謝謝你嘅時候，你知道呢種感受。兩種情況中都講咗同樣嘅說話，但係加入感恩之情嘅時候，你可以感覺到呢一股能量嘅效果馬上觸及你。當你將感覺放入去謝謝你呢三個字入面，你就好似賦予佢一對翼咁樣，為呢三個字注入強勁嘅能量。如果你正在尋找愛情，咁樣想要喺完美嘅人身上揾到絕對嘅快樂，最大嘅可能就係向宇宙臣服，讓宇宙為你帶嚟一生嘅摯愛，亦都將你帶向對方。咁樣表示你必須要讓開，並且接受宇宙呈現俾你嘅機會。從我哋較為微小嘅觀點，我哋冇辦法去睇清每一件事，但係從宇宙整體嘅觀點嚟睇，佢知道適合我哋嘅完美伴侶係邊一個。宇宙會為我哋安排好一切，我哋只需要保持覺察能力。當宇宙讓機會出現喺你面前嘅時候，就將佢牢牢地把握。老子喺《道德經》入面提到，心善淵，與善人，言善信。意思係心好似深淵一樣平靜同清淨，以友善嘅心同人交往，說話要有言而有信。如果應用喺吸引力法則嘅話，我哋嘅內心要保持平靜，唔好因為身邊發生負面事情而受到干擾，影響自身嘅頻率。同其他人交往要心存友善，對強者要尊重，對弱者要理解同嘉許。你如何對待其他人，其他人一樣會用同樣嘅方式嚟對待你。我哋說話要講信用，而我哋所講嘅每一句說話要同自己嘅能力同實際出發，不自卑而妄自菲薄，亦都不自負而誇誇其談。壓力、擔憂同焦慮只係因為你將想法投射去到未來，以及想象某件唔好嘅事而引起，而咁樣就係將焦點放到去你唔想要嘅事物上。如果你發現你嘅心智淨係以負面嘅方式投射去到未來，你就要立刻專注於現在，持續讓自己回到當下，用你所有嘅意志力，讓你嘅心智專注呢一刻，因為現在就係呢一刻，讓自己處於全然嘅平靜。當你出現壓力、擔憂同焦慮嘅時候，請記得活在當下4個字。大家聽下以下嘅描述，會唔會係你經常抱持嘅想法呢？我冇錢可以付出，但係當我有錢嘅時候，我就會給予。如果呢個就係你經常抱持嘅想法，咁樣你絕對係唔會有錢。要吸引任何事物最快嘅方法，就係先將佢俾另一個人。
所以如果你想要吸引嘅係錢，你就將錢捐出去。你可以係10蚊、100蚊或者1000蚊，金額大細並唔重要，只要你捐咗出去就可以啦。多少並唔係問題，捐咗去邊亦都唔重要，最重要就係你有給予呢一個行動。越係練習感恩，你喺心入面感受到感恩之情就會越深，而感受嘅程度係關鍵。你嘅感覺越深刻，越真誠，你喺各個領域能夠為自己帶來嘅快樂就會越多。當你喺每一日利用每個機會練習感恩嘅時候，觀察一下你生活中發生咗啲咩事，你就會發現每一日身邊都充滿住可以讓你感恩嘅事物，而你嘅生活亦都會因此而變得更加快樂，就可以實現喜悅與你同在。當你為自己要求某件事物，亦都試下為呢個世界去要求，為你自己要求美好嘅事物，亦都為呢個世界去要求美好，為你自己要求富足，亦都為呢個世界要求富足，為你自己要求健康，亦都為呢個世界要求健康，為你自己要求喜悅，亦都為呢個世界要求喜悅，為你自己要求愛同和諧，亦都為世界上每一個人要求愛同和諧。可能你會覺得呢一啲只係小事，但可以產生嘅係不可思議嘅結果。喺我哋嘅生命中，有啲事可能有所改變，而我哋往往都會非常抗拒呢一種改變。呢個係因為我哋睇到大改變出現嘅時候，通常會害怕呢一啲唔係好嘅事件。但係請你記住，當某件大事改變嘅時候，表示某件更好嘅事即將要嚟到。喺宇宙入面並沒有真空，所以如果有某件事移咗出去，一定會有另一件事再次進入，並且取而代之。改變出現嘅時候，我哋要放鬆，要有完全嘅信心，並且知道改變都係好，而且某件意義更重大嘅事正要向住你而嚟。多謝大家收聽，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，拜拜。